爽。Special brownie for a special woman. Me? Yeah. Wow! Thank you. Right. Chill, girls. Have a nice day. 哎呦，这蛋糕太好吃了吧！喝掉。又是你们3个啊！游嘞游嘞游嘞游啊！哈哈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上不上喝酒？我没有醉。心照家长。这个小姐，脚放下来，站好。嘴巴咬什么东西？没有。没有说什么吼。漂亮的警察小姐姐，可以让我打一通电话吗？妈妈要去坐牢了，现在赶快打电话叫警察贝贝来救我！怎么办？我要说要自由！谁要喝珍珠奶茶？迄个查某敢真正是你的初恋情人？我真出事就知影，我一条路尔啦，就是接你若讲的中药行啦。你开钱我嘛有，你看30万发钱上呀！这是蔡永生订的房间呐，交往周年纪念呐。我今日房间你有介意？是完全。我改。上不上喝酒？我没有醉。